哦，来这。哦，还是。哎呀，我急的呀，我媳妇要生了呀，否则我还不舍得打的呢。人家要想的，孙子生出来了，这个奶奶都不在门口，说不过去的呀。哎呦，电梯门口的一场的人也死着，也是这么人也是多。人总归有一场一日天的啊，还是赶紧去，不能欺人家，不能放羊风高着。小戴姐，我是你的粉丝。哦，你好，不晓得身子纹身都哎，还是我要赶到门口里，等一第一个冲出去。我到了。哦哟，还是。哦哟，不知哪了哇，这个情况。因为小孩子早产，等会儿可能有新生儿转院。你还跟过请我克里？你俩有新家了，或者？有的，这会儿给镜子穿。少天早带的嘛的。我不知道，现在都要穿的。我要喝啥么子啊？泡奶粉、喂奶粉。我看你手压了对哇，你俩决定也进半蚊香的啦。男的就要进保温箱，女的就不用进。是进半蚊香，我有男女的区别啦。说男的娇气一点，女的呢坚强一点。主任就这样说的呀。只能在等着嘛，要排队手术。你别到处有事做呢，手脱些呢。你看我，这样要走药，我要比男的怎么嘛？你比男的。cut。来起死者。哎呦，写个同意书。手术的话是手术室安排，急诊下来就是他了。现在吃到了饭了，多两人，哈啥子话没得来讲。那么我来吃毛素毛饭，31块4包，臭开！哎呦，啥个饭毛走了，辛苦抬得起匍匐踩着吃。是电梯来不及走，只有楼梯吧。等电梯但是别身子上扬出来吃哈。谁说是门口的哇？那么个谁来了罗大家？去买鲜花。世界上再好而不是个么事。这两天花毛得来着，4人在上面，再4人啊！紧张了，别紧张，那来了电梯开呢，上面都一来着，快看噻，高子大海啊！不是那个花也先去包了上了，但是光头上面像还是先不理这个来。上面有3人来用了。3人也来啊？干叔叔了，丁叔叔。谁来吧？等等我，那么就陈大兵拿个饭吃哈，再下来哈子。你吃哪个？我吃一个，我一个有牛肉的。我不是喊你妈的硬脸吗？你俩你们在几口地做啊？我的谢谢你出来半闻香了，啥动地哗啦，像杀死皮啊！现在把开始吃吧噻。我这两带有点4分吃高一口了。但是快点吃，这些3人出来别没你吃了，你先吃。你那来做啥？手下来吃呢？活得快。不太白让些辰光呀。杨春那个神父就说了。几句神父讲起来太对了。我送来份口今天吃饭吃得个快哇！你直接出来让我做药子，那不是日子，侬还有空了，别把你打花了。这两紧张，要做药子啊！现在真个做药子啊！不等电梯啊！不等电梯，林主任的刀很快，这3人出来是没人管。没地，忙下头这也当心啊！等那侪是想一屁股家。禁止试衣，根据男女来的说了，好吃对了。该上个行，手术开始，伤来病死，一门之道。你还来着哇？来了，我来。快点啊！上么上的么这更带他走。我跟你说，你不要去找他。我只能再买一条。你如果再买回去，你不要叫我。带他咋会走来个？你我在那留着。还被不记他子，我也不说得。我讲俺掉来着，你那谁特子的多少请假？哈？今这个男的不早回来哇？会的，肯定的。谁来啊？紧张，梁晶晶还是我啊？来，快快！男人女啊？